师姐，他怎么来了？小声点，被几位君子知道，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师姐，坐好了，驾！县令，给我回来！回去！哎呀，是周正君子，好厉害的佛门狮吼功啊！师姐，君子这么快就知道我们下山了，我们怎么办？别怕，周正君子是有意放我们下山的。故意放我们下山？周正君子追来之前，给我送了消息。怪不得师姐能提前想到这个法子。看看苏百义怎么样了？这都行不了。